港股升近1200點，再創新高。各位，詳細新聞內容。本港股市期指結算前夕急升近1200點，升到31586點，以點數計係歷嚟第4大升市。內地股市都升近3%。另外，金價、油價都急升。先由財經記者吳建文報道股市嘅情況。恒指上個星期先是突破3萬點嘅重大阻力位，今日更上一層樓，一升就升過1000點。四叔睇得少啦。應該唔止33000嘅，如果四叔睇33000就得跟航新啦。點解嘅？航新4萬啊嘛。你咁嘅指數咧，散戶其實真係有啲怯場。不過即係可能而家唯有都係嗰句啦，有貨揸住嘅咧就照放下咯，入市要審慎咯。港股一開市已經升至近31000點，其後買盤不絕，基金越升越買，一度升穿31600點。收市報31586點，升1181點，成交有1776億。中國移動再創新高，匯控增持交行，匯控升至近150蚊，交行更加係勁升1成，創新高。和黃急升8%。太古 A 勁升1成3，係藍籌升幅之冠，聯同長實、九倉同恒隆地產一齊創新高。市場充斥利好因素，美股上個星期顯著反彈，市場相信聯儲局星期3議息後會減息，加上期指星期2結算好有漸進上風，港匯有偏強，顯示中外資金亦都持續流入追捧港元資產。國企股表現亦都唔錯，國企指數升645點，重上2萬點水平。而內地股市亦都暫時擺脫紅條陰影，上海 A 股同上證綜合指數都升近3%。恒生指數大跌1005點。溫家寶話：今日唔再評論港股。各位，詳細新聞內容。總理溫家寶評論港股直通車開通時間之後，恒生指數急跌超過1500點，創歷嚟最大單日點數跌幅。經歷多次嘅大跌市，好多小股民睇嚟都見慣大場面。我哋小心啦，冇得小心㗎咋。買個電話冇少。即係你買嗰啲買沽輪咯。恒指低開303點之後越跌越急，下晝沽盤更加係排山倒海，10天同埋20天移動平均線相繼失守，收市急瀉1526點，報28942點，跌幅達到半成，總成交1587億。咁以點數計係歷嚟跌得最多嘅交易日，國企指數跌1248點，咁以點數計亦係歷嚟跌得最多。炒 AH 股差價嘅中資股係跌市嘅重災區，中國石油 A 股雖然係急升，但係 H 股就急跌8%，中石化更加係跌1成。中資金融股嘅跌幅亦都係相當急，中國銀行急跌近1成，交通銀行亦都跌8%。藍籌股幾乎係全線下跌，中國移動跌7%，港交所創新高之後收市倒跌6%。內地報章報道，中國證監會要求內地嘅基金公司限制 QDII 產品之中投資港股嘅比例唔能夠超過基金規模嘅30%。我就冇聽到話國家係唔想喺任何嘅地方係擺入去30%，呢個未必係一個政策性嘅水平嚟嘅。呢個我唔知道係有咁嘅嘢，但係即係呢個國家佢哋嗰個調節咧，佢哋應該即係自己會點樣去做㗎啦。擁有50億美元 QDII 投資額度嘅上投摩根表示，聽過傳聞，但係冇收過證監會嘅通知。又強調本身嘅產品唔會太集中喺一個市場。至於市場一直期待嘅港股直通車，通車無期，銀行界話會影響港股後市。有好多細節研究㗎嘛，所以我都唔覺得係溫總嗰番説話對我嚟講係一個比較一個 surprise。所以呢樣嘢當然對香港後市會有啲影響啦。港股直通車出現阻滯，英國金融時報嘅評論文章指事件印證喺內地繁複嘅政策之下，港股所受嘅風險好大，而港股大幅波動將會危害香港作為成熟理性市場嘅良好聲譽。喺白俄羅斯訪問緊嘅總理溫家寶話：今日唔評論港股。潘慧琳喺白俄羅斯報道。港股中午收市之後，本台問總理溫家寶對跌市同港股直通車嘅問題，佢唔肯評論。
像香港股市今天跌了900點，什麼時候開通直通車是比較好的時機還有時間？這個今天我不再回答，我已經答過了。港股全年計恒指大升7800幾點。財經記者周子峰報道。07年最後一個交易日借得半日市，港股以接近全日嘅高位收市，報27812點，升咗442點，成交只係有433億。07年股民多次經歷恒指喺一日之內升跌過1000點，全年嘅成績又係點呢？賺下蝕下賺下蝕下都冇咩特別大收穫噶。07年升幅太好啦，咁啊08年即係好嘅消息已經出晒。最精彩嘅升浪喺8月展開，港股直通車嘅消息一出，喺短短嘅2個月，恒指升上31958點，去到11月直通車煞停，恒指單日跌超過1500點。美國次按危機令到大市雪上加霜。不過總結全年仍然係升咗7847點，升幅有39%，係連續第5年嘅升市，亦都係自99年以嚟表現最好嘅一年。藍籌以獲得政府增持嘅港交所表現最好，急升超過1倍半。由尾數翻上嚟嘅就係富士康，逆市跌咗31%。受到次按拖累嘅中國銀行同埋匯控就排尾2同埋尾3。國企指數全年升咗5784點，6月回歸 A 股嘅中國遠洋股價勁升接近4倍。08年係奧運年，咁市場對後市普遍都係繼續睇好，恒指可以重上返3萬點水平。但係目標就有差距啦，反映唔明朗嘅因素可能會令到後市更加波動。就收報21757點，係跌咗2061點。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就話，本港市場基調仍然良好。財經記者吳建文報道。港股1060隻有成交嘅股份當中，有937隻都係跌價，好多散戶都急於跳船。你好啲先講，或者你想記得點沽得噶嘛？好啲喎。聽日21000添啊，聽日飲雞。坐咗成朝，散戶望住個恒指，心情都未好過。哇！都食完晏翻嚟，跌幅擴大，更加係嚇多一跳。左掩右掩，亦都難掩失望同埋焦慮。主婦買餸都買得唔安樂，中途上嚟撳下即市機。佢揸住嗰啲得分就揸啦，點解有得揸㗎？係啊，有錢咪買貨咯，因為希望佢開直通車啊嘛。希望國家救下香港嗰啲人咯。藍籌股幾乎全線向下，匯豐控股被質低到104蚊，跌幅達到8%，係4年幾以嚟嘅低位。港交所跌近1成，跌到落去156蚊水平，同政府舊年9月嘅買入價大約154蚊，相差都唔遠啦。中移動110蚊亦都告失守，同舊年嘅高位比較唔見咗2%。中資股情況更加惡劣，唔少散戶鍾情嘅金融股跌幅都超過1成，三大保險股榜上有名，財險跌幅更加係接近2成。銀行股亦都不遑多讓，建行失守5蚊，中國銀行距離06年嘅招股價2個9毫半，只係差4%。資源股更加兇險，跌超過1成嘅比比皆是，新鑫、招金、落木都跌近2成。兩大石油股中石油同中海油亦都分別跌1.4%同1.2%。各位，美國聯儲局為咗挽救經濟大幅減息3%嚟㗎。係林小珍啊，本港主要銀行都跟隨喎。冇錯，咁受到減息嘅刺激咧，港股係強力反彈㗎。嗱，睇下走勢圖啊，恒指咧係裂口高開咗咧成1600點㗎。咁之後咧升幅咧係收窄翻，咁但係下晝咧內地股市升多咗，咁帶動港股咧係越做越好㗎，突破埋250天移動平均線，升幅咧係更加超過成2000點啊。恒生指數收市咧係報24090點，升2332點，係歷嚟最大嘅單日點數升幅，以百分比嚟計咧，升幅係超過1成㗎。咁成交咧有1563億，散戶究竟點樣反應呢？由吳建文講下。入貨上咗牌，你等一陣應該做到。大市琴日跌完2000點，第二日就收復翻失地，有散戶笑逐顏開，信心都翻晒嚟。哇！2035啊，升咗。啊，開香檳啊，開香檳啊！咁樣月底佢可能再減息嘅，咁樣我諗應該係美國經濟都有得救嘅。亦都有人驚魂未定，驚啊！跌市啊跌得多驚啊！
恒指雖然重上250天線收市，但業內人士對大市係唔係已經見底，仍然未敢確定。重磅股匯豐控股同中移動急升超過1成，單係兩隻股份就推高恒指600幾點。港交所亦都唔弱，反彈8%，直逼170蚊。本地銀行跟足美國大幅減息3%厘，地產股最受惠，九倉、長實同新世界都升超過1成，港鐵亦都升8%。國企指數重上13200點，升幅達到1%。琴日嘅重災區中資金融股反彈力度亦都十足，財險同中人壽分別升1.9%同1.5%，銀行股就以建行最標青，同交行、工行以及招行都有1成以上嘅升幅。資金亦都重投資源股，以重磅嘅石油股為首選，升幅超過1.6%。停牌近1個星期嘅江西銅復牌之後追翻近日嘅跌幅，逆市下挫近2成。亞洲區內主要股市亦都普遍有反彈，澳洲股市回升4%，日本同南韓股市分別升2%同1%。無線電視記者吳建文報道。睇睇歐洲股市嘅最新市況先。咁見到呢3項主要指數呢都係普遍偏軟嘅。倫敦富時100指數做緊5705點，咁至於巴黎股市呢係做緊4801點，法蘭克福股市呢係下跌緊超過1%，做緊6668點㗎。嗱，至於減息嘅情況咧，香港主要銀行咧都係跟隨美國減息3/4厘。嗱，匯豐銀行咧就率先宣布跟足美國嘅減幅，聯同恒生同埋中銀最優惠利率都由6.75厘降至到6厘，聽日生效。而渣打同埋東亞嘅最優惠利率亦都調低至到6.25厘，存款利率亦都相應下調。嗱，銀行家人士就預期香港有機會出現零利率。咁詳情由財經記者葉碧新報導。美國提早減息救市，金管局總裁任志剛希望措施能夠穩定環球投資氣氛。初步嘅觀察呢，就都對全球金融市場恐慌嘅情緒呢，係帶嚟一個穩定嘅作用㗎。喺歐洲嘅情況就比美國嘅情況好一啲，咁但係美國嗰方面都平靜咗落嚟㗎。我希望當然啦，呢個影響呢就係會帶引到嚟亞洲各區嘅金融市場，特別係我哋香港嘅金融市場啦。匯豐銀行預期美國下星期議息之後會再減息半厘，息率越減越低，意味有更多存款將來冇息收。聯邦儲備基金利率呢，有可能呢係減到低於3厘嘅。咁如果香港完全跟足呢個水平嘅話呢，就會有機會啦去返零利率嘅水平，喺一個比較接近相當低息嘅環境之下呢，可以維持內部經濟嘅增長。香港2008年呢，就經濟增長嘅預測呢係維持喺5%嘅。嗱，內地股市呢亦都反彈㗎，早段呢受到有公司大規模集資所影響，上海股市呢係一度下跌㗎，咁但係下晝翻嚟呢就扭轉跌勢，收市呢係升超過3%，而深圳股市呢更加係升4%至5%㗎。係啦，黃家俊內地股民又點樣睇呢？有內地股民認為啦，股市仲未見底㗎，會審慎入市。駐廣州記者蘇敬恒報道。連瀉2日，內地股市紅盤再現。但係股災嘅陰影仍然籠罩廣州嘅證券行，小朋友唔識買股票，掛住砌積木；大人無心戀戰，寧願捉下棋。有人已經賣晒手上嘅股票套現。我覺得還沒到底，應該會衝擊250日年線吧。仲有大約半個月就到春節，有分析預期散戶會喺假期之前沽貨離場，拖低大市。但係有人就仍然樂觀。我唔攞啊，使乜攞出嚟啫？個個人都攞出錢過嚟嗰陣時候咧，我就會入去。個個人都親入去嗰陣時，我就會出嚟。我個策略就係咁咯。港股近期由高位大幅回落，有分析員話，內地股民對透過 QDII 買港股嘅信心已經受到影響。基於外圍股市嗰種下跌咧，其實咧投資者咧開始咧有一定嘅有個擔憂，因此咧亦係影響咗呢部分 QDII 嘅投資品種嘅基金投資品種銷售。亞太區股市幾乎全面暴挫，咁其中港股跌幅最大，恒生指數一度跌穿11000點，收市急挫1006點，跌幅達到2%，咁係97年金融風暴以嚟最大跌市，單日市值蒸發近1萬億。咁先由財經記者吳建文報道港股嘅市況。1600幾點跌，環球股市骨牌式下瀉，股價一浪低於一浪。
擔心都唔擔心咁多㗎啦，佢都係而家睇個形勢都係多數都係仲係跌嘅啦，咪仲好咯，跌就買啲啦。萬二點開市冇耐已經失守，下晝日本同內地股市暴瀉，港股就更加傷，最多跌1942點，退守到11000點以下，收市略為喘定，但仍然要跌1602點，跌幅達到1%，係97年金融風暴以嚟跌幅最大嘅一日，成交有560幾億。跌得咁急，證券界指一方面係因為日元持續急升，帶動利差交易拆倉，但更重要嘅係基金面對龐大嘅贖回壓力，香港正好成為佢哋嘅提款機。匯豐繼續被洗倉，以全日低位75蚊收市，係01年911事件以嚟嘅低位。國泰、九龍倉同和黃都跌破沙士時嘅低位。中資金融股沽壓龐大，中行暴跌近1成半，工商銀行首次跌穿招股價。市傳富力地產未能夠償還債務，雖然公司否認，但已經拖累一眾內房股，合生更加係大跌3成。油價下跌成為沽資源股嘅理由，神華跌2成3，中海油跌1成3。收市之後，東亞發出盈警，咁由於持有嘅債務抵押證券即係 CDO 價值進一步下跌，今年盈利將會大幅倒退。東亞今日收市跌近1成6。而家咁睇呢，就 definitely 唔會見紅，因為點解呢？因為而家個 market 我哋 estimate 過呢，我哋都係有 profit 嘅，係我哋有信心，個 management 同埋個 director 都有信心係我哋會有 profit 嘅。我哋而家佢但係如果個 market 再跌落去如果日日都好似今日咁我咁啊唔可以講得啦，係嘛？內地股市跌幅比香港細，深滬收市都跌超過6%，上證綜合指數跌穿1800點。